读上帝的话，启应文第10，也就是诗篇的第27篇。启应文第10，诗篇27篇，伫个新信息的后壁1013页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。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。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；虽然大军扎营包围；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囥伫布边内。伊会甲我囥伫石磐顶。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。上主啊，我求叫的声求你听。你对我讲，上主啊，我来朝见你。求你毋通受气，赶你的奴仆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我的爸母若气杀我，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。毋通照对敌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。我深信一项事，着信靠上主，着信靠上主。咱三甲来头三甲来祈祷。慈悲怜悯疼痛的主上帝，阮要学乐你，阮要感谢你。人的性命若花，大风吹来就谢。上帝，你的慈爱永远袂废，久长使阮无厌。阮感谢上主的看守甲保护，今仔日会当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，是阮最大的福气。阮也感谢你，互台湾的疫情稳定，人民的生活恢复正常。疫苗也慢慢啊充足起来。现在阮要所对的，阁有中国的楼台、能源的危机以及通膨的压力，阮感谢上帝，因为阮有你的瓦靠。虽然阮咧面对逐项的问题，阮相信有主你的看守，必然安然自在。济兄弟要拍第二剂的疫苗，求主看守因，保护因。阮将一切拢交代伫你的手中。这其中也有兄弟要出外，求主看守因出入得着平安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下面圣歌队要来献诗。因今日要献的是新信诗514首，请圣歌队。
往社信歌队用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，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。记载伫新约约伯记第1章第1节，甲约伯记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现代中文版是607页，和合本是627页，汉语本是540页。波斯的地捌有一个人，名叫约伯。迄人完全国正直，敬畏上帝，离开遮个歹。第2章第1节。阁有一日，上帝遐个囝来家己徛伫耶和华的面前，撒旦也来伫因中间，家己徛伫耶和华的面前。耶和华对撒旦讲：你对倒来？撒旦应耶和华讲：我伫地上行来行去，遍行伫遐，对遐来。耶和华对撒旦讲：你有留心伫我的奴仆约伯吗？因为地上无人亲像伊，完全国正直，敬畏上帝，离开遮个歹。你虽然叫我攻击伊，无因断毁坏伊，伊犹原接受伊的宣传。撒旦应耶和华讲：用皮换皮，人为着伊的性命，换了伊一切所有的，总是你伸你的手夹着伊的骨，甲伊的肉，伊就要当面弃绝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讲：看，伊伫你的手头，独独着留伊的性命。撒旦就对耶和华的面前出去，拍约伯，互伊对骹底到头壳顶生毒疮。伊就用后皮皮来白身躯，坐伫火湖中。伊的某就对伊讲：你还佫接受你的宣传吗？着弃绝上帝来死。若是约伯对伊讲：你讲话是亲像遐个戆的妇人人所得讲的，怎样呢？咱对上帝受福气，敢无对伊受灾祸吗？伫这一切的事，约伯无对伊的喙来犯罪。以上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的人。今仔日上帝通过牧师要传予咱的信息是：当试探来的时，请牧师。
上帝徛咧，上帝伫伊个所在，正经，咱看起，圣经是讲正经伫上帝面头前徛伫遐，因为安尼咱毋知影到底是啥物人徛伫上帝面头前，到底是天使咧，还是已经死去的人，还是耶稣，毋知。圣经就是安尼记载，所以有个人讲，即个其实是一个披露啊，一个故事，启示，要互咱知影有安尼个代志会发生。所要讲的，所要追求的，毋是啥物人徛伫上帝面头前，是上帝甲魔鬼的讲话，对到人的生活受影响。上帝甲魔鬼中间的讲话，对到人的生活，甚至是人的身躯受苦，是伫上帝甲魔鬼的对话内面来稳准发生。正影这个今日，你若拄着歹代志，你知影这个是上帝答应稳准魔鬼来甲你试。你的心肝安怎？你安怎想？你安怎面对这件代志？你要安怎来看家己甲上帝的关系？敢有想过这件代志？长约伯这句话，咱拢知影，对上帝遐领受福气，点袂当对上帝遐来承受在地吗？这是介重要一句话，对上帝遐所受，有好也有歹。出伫耶和华上帝，咱就静静无讲话。若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我就静静无声。咱看见这是第二摆，对第1章到第2章，撒旦伫上帝面头前是第二摆徛伫遐，伊徛伫上帝面头前，就是有话要讲。咱讲找茬，伊对上帝遐找茬。总是还袂出声的时阵，上帝已经知影伊要做啥物啊。所以上帝问伊讲：你对倒位来？伊讲：我伫世间行来行去啊，我对遐来。上帝问伊讲：你对遐来看到啥货？你敢有看到我所疼的迄个囝约伯？伊敬畏上帝，伊是我所疼的囝，伊拢无犯罪，正直，先做义。上帝对撒旦的面头前僫落伊所疼的，伊会惊。咱每一个人嘛有可能真做上帝伫撒旦的面头前讲：你有看到我的迄个囝无？伊敬畏我，用伊的心服侍我，伊听我的话，伊祈祷，伊无做歹。总是当上帝安尼伫僫落的时阵，安那撒旦袂欢喜啊！伊无法度接受一个人受到上帝的疼，上帝疼约伯，约伯疼上帝，因两个是互相
无要互因中间的关系是好的，所以撒旦甲上帝讲，迄是因为你拢想属伊好的啊，你啥物拢互伊啊，你啥物拢互伊，无怪伊会疼你啊，你互伊平安啊，你互伊福气啊，你互伊介济财产啊，有囝有查某囝，伊爱啥拢有，伊哪有可能无疼你咧？当上帝互咱的生活平顺的时阵，咱敢有疼上帝？咱敢有感谢？咱敢有欢喜？咱敢有甲别人讲，这拢是上帝互我的？咱看见约伯佫定定献祭，行伊的囝儿做了歹，做了无好，犯罪了。伊嘛教示伊的囝儿爱伫上帝的面头前爱存敬畏的心。伊做了足好的，总是撒旦讲，这是因为上帝赏赐所有一切好的，你到伊才会安尼做。上帝甲撒旦允准讲，伊放伫你的手头，你会当把遮的物件拢总摕去。所以咱看见第一章的时阵安那，伊的牛、伊的驴、伊的羊、伊的骆驼，拢总无啊。还佫有啥物无？就是安尼，伊犹原无犯罪，伫上帝面头前。所以撒旦安那第二摆来到上帝面头前啊，第二摆来，咱讲上帝很骄傲的对撒旦说，很以他的这个约伯这个儿子为傲。他跟撒旦说：“你看，你讲伊疼我，是因为我互伊遮个好的物件，即摆你拢甲收起来啊！伊犹原共款无犯罪，伊犹原疼我，伊犹原伫我的面头前存敬畏的心。”撒旦讲，迄是因为你无安那，你无磕着伊的肉，无磕着伊的骨。你今日若是攻击伊这个人，我则无相信伊会继续来敬畏你。上帝讲，我甲伊交伫你的手头，除了伊的命是我的，其他随在你。看到遮，咱安怎想？上帝计残忍，既然伊疼约伯，是安怎？只有留约伯的命，煞甲伊的身躯规个人交互撒旦。敢有想过，上帝敢安尼做，是因为伊对约伯有偌尔啊信任？伊知影伊的囝是安怎伫生活，伊知影伊的囝的心，所以放大，咱讲上帝放大，甲伊的囝交互对敌，交互迄个歹人，交互撒旦。总是赏赐性命的上帝，伫遮无甲约伯的性命交互撒旦。性命是上帝所互人的，只有上帝当收回。人的辛苦对心的艰苦，会影响着身体。你若失去健康的时，你敢会求救上帝？你的心拄着困难的时，你敢会求救上帝？当你知影你的心艰苦，当你知影你的身体无健康，当你知影你的祈祷上帝敢若无伫听无声，嘛无啥物作为的时，你感觉要亲像约伯甲
上帝面头前会当阁心存敬畏的心。伫遮发现，嘛发生一件代志，约伯甲伊的某中间所讲的话，伊已经失去因的囝，伊的身体嘛无法度是健康的，拢总的对上帝遐来的世间人所讲的福气，拢总无啊，一项拢无留。伊的某安怎甲讲？你就死去好啊，上帝就无甲你斗阵啊。咱讲这个某所讲的这个话，安那？用信用的角度讲，无信用；用敬畏上帝角度讲，这个已经无上帝。伊气死伊的上帝，因为伊认为上帝气死伊啊。伊甲约伯讲，上帝已经气死你啊，你着去死死的好啊。约伯这句话是咱做汉的真正会当对心肝头、对嘴讲出来的话，对上帝遐受福气，嘛对上帝遐受灾祸。伊对伊的某讲：“你即马讲的话，亲像迄个戆的妇人人咧讲的话。这个戆真济就是毋捌上帝，毋知影上帝的权，毋知影上帝是上帝，无甲上帝放伫至悬的所在，无甲上帝的权柄放伫完全。这个叫做戆。真正的戆是真济无智慧，知影上帝是上帝。对约伯来讲，对上帝遐领受福气，爱感谢，献上感谢的祭；对上帝遐受灾祸，嘛顺服。一直到遮，约伯甲上帝中间的关系，无因为伊的财产无去啊，伊的囝无去啊，伊的身躯险险啊，敢若要无去啊，伫受痛苦，也毋过伊甲上帝的关系犹原还佫伫个。圣经甲咱讲，约伯无用伊的喙来犯罪。咱顶礼拜讲着，若是有一个人，若是咱目睭犯罪，就甲安那挖出来，会当入去上帝国；若是一支骹、一支手犯罪，就甲倒落来，去散，会当必定冤枉我入上帝国。对遮咱看见约伯真正必行的是安尼正直的路，敬畏上帝的路，无犯罪的路。伊无互伊的喙犯罪。圣经讲，生肝头想啥货，你的喙就讲啥货。咱敢有想过，当我的喙讲出一句怨叹的话的时阵，其实就是因为我的心作怨叹；当我的喙讲负面的话的时阵，其实我的心就是无望；当我的喙伫讲批评别人的话的时阵，其实我的心就是看袂起迄个人。顶礼拜我嘛有讲着，其实讲到底，无论是目睭，还是手，还是骹，完全其实就是迄粒心。你的心伫倒落？伫上帝面头前吗？有交代互上帝吗？还是我家己掠条条？我就是我，我安怎想，迄个就是我的代志。有当时我决定
定啥物代志上帝会当插，有当时啊，我无爱互上帝插迄个代志。上帝用侪生活中间的发生的代志来，互咱知影有上帝，互咱知影上帝甲咱伫地，互咱知影咱所有一切是对上帝遐来领受。目的是啥物？目的是为着要疼咱，毋是要审判，毋是要处罚，是要互咱会当真正对伊遐来得到完全。总是用毋捌上帝的角度来对待我甲上帝的关系。咱用我今仔日失去福气、失去平安、失去财产、失去工作、失去朋友、失去家庭，来诚做上帝已经弃绝我，来诚做敢若无上帝。若是安尼，上帝甲咱中间的关系咧，今仔日你的囝儿若甲你讲，我是你的囝，啊，毋过你无互我有够额的钱通用，所以我无法度搁疼你啊。我嘛无法度搁对你来讲话温柔，我嘛无法度甲你生活，我嘛无爱看着你的面，因为我是你的囝，你饲我就是应当的。我是你的囝，你就爱互我有够额的钱通用。我是你的囝，你就爱互我要爱啥，你就爱互我啥。毋是你互我，你会当互我的，是我要爱你拢爱互我。无我就无爱认你做我的爸，无爱认你做我的老母。若是你的囝甲你讲安尼的话，你的心情安那咧？咱对上帝的关系定定就是徛伫即个所在。上帝，你若无互我感受到，你有听我的祈祷，你有照我所求的互我，安尼我也无法度搁相信你啊！我嘛无法度去教会，我嘛无法度读圣经，我嘛无法度甲你讲话，我嘛无法度去听其他的兄弟姊妹，因为你拢无互我想要爱的。我无法度去感受到你的旨意，超过我所想的一切。因为我认为你应该互我搁较好，搁较好，应该照我所爱的安尼互我。无我感受袂到你疼我，我感受袂到你的疼甲稳定。若是安尼，亲爱兄姐，安尼话，安尼心思念头，安尼的祈祷伫上帝面头前，咱甲上帝当作啥物？是上帝弃杀咱，还是咱弃杀上帝？约伯人生到后壁，咱看见伊甲伊的朋友中间的对话，对头前开始，伊的某甲叫，你去死死的，上帝已经袂爱你了。到后壁，三个朋友甲伊讲话，每一个人拢讲，就是你犯罪，就是你犯罪，就是你犯罪。所以你才拄着遮个歹的代志。约伯的信心对无用嘴犯罪完全相信。到后壁，伊的心，伊的气力渐渐出现变化，渐渐出现变化。总是伊犹原掠着我要上帝，我爱上帝，甲我讲清楚，甲我讲清楚。咱嘛知影到后壁的时阵发生啥物代志。上帝讲，我讲你敢真正会清楚？我伫创造的时阵，你伫倒？我做即个代志的时阵，你敢看有？我互人性命的时阵呢？即个你拢会当回答，我才来甲你讲。上帝出现的时阵，毋是咱所想的，所有的咱想要知影的问题答案，拢会互咱得到满意。因为上帝问咱话的
规个过程中间咱看到，当约伯伊个心理慢慢啊变化摇出，爱上帝出来讲清楚的时阵，是经过啥物？甲别人讲话啊，甲别人讲话，遮个别人是伊亲近的人，是疼伊的朋友，是来安慰伊的。总是因用伊的嘴，用因嘴所讲的话，毋但无互约伯有安慰着，有感受着好，煞来失去伊无法度坚持本来安尼的想法。头前咱看到头前的时阵，对上帝遐受福气，嘛对上帝较受在下，拢总顺服的即个过程到后壁，伫遐甲人讲，伫遐甲人辩论，伫遐伫为着家己，伫想是安怎发生遮个代志，拢总诚济安那，伫检查家己甲上帝的关系，伫检查家己的生活，检查家己的作为。上帝允准撒旦入去约伯的生活，互伊伤害伊的身体，目的是啥物？咱讲，上帝爱约伯真正去看伊家己甲上帝的关系。你敢真正会当经过这个试？我是安尼听你，我是安尼看你会当经过这个试，我才甲你交互撒旦去试你。啥物人互撒旦试过？伫圣经内面，咱所知影，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受洗礼了后，上帝互天使带耶稣去受魔鬼的试。所有咱看见伫圣经内面受试即个代志，除了私欲引起的试，是上帝允准的。上帝允准人受着试，要互人检查家己甲上帝的关系，检查家己的行为，检查家己的信仰。拄着歹的代志的时阵，你敢犹原掠着你甲上帝的关系，是袂当互你气煞的。上帝无气煞你的事，你敢气煞上帝？上帝袂气煞任何一个人，只有人会气煞上帝，只有人源头会离开上帝。上帝袂气煞人。上帝疼人疼到，就是你认为伊已经气煞你啊，你气煞伊，伊犹原毋茫伫你需要的时，伫你孤单的时，互你感受着伊犹原伫遐。这个是阿爸做人老爸、做人老母的拢知影，这个就是疼。你是我生，不管你是安怎对待我，我就是疼你。我是生气，总是我疼你，我嘛袂气煞你。咱甲上帝的关系犹原嘛是安尼，安尼咱无应该来接受、来保守咱对上帝敬畏的心，迄个关系反倒转来，咱爱掠牢咧上帝。咱掠牢伊，毋是因为伊会走去，咱掠牢伊是因为咱有确信，我袂离开上帝。我掠牢上帝，毋是因为伊会走去，是因为我惊的我会走去，我惊的我会放弃，我惊的我会无爱上帝。
着试。上帝允准歹诶代志来引导疼伊，伊也疼人。当耶稣基督受试诶时阵，是对答来受试。伊受试三个方向，一个人拢总会拄着。巴肚枵，咱常常讲，当我饲饱我诶巴肚，饲饱我诶规个家庭，我再来去教会，再来去做礼拜，再来看卖仔来认捌上帝。40日无食，魔鬼甲讲，你甲这个石头变做胖吗？这是基本的啊，你总是爱食饱啊，你无食饱是要安怎？这是耶稣互咱的伊的模范是啥物？人活咧，毋若是靠食米，人活咧应该是爱靠上帝的话，与人的性命是对上帝遐。食饱了后，咱会追求啥物？追求啥物？搁较好的生活。追求我甲上帝中间的关系是会当好。当撒旦面对耶稣遐甲讲，你对遮跳落去，圣经有讲，上帝派天使，互你袂受着伤害。这是试上帝。耶稣甲魔鬼讲袂当试上帝。一摆、两摆、三摆，所要学习的是啥物？你敢知影你的身份？你敢知影你的性命？你敢知影你甲上帝中间的关系是你会当表现出来？上帝已经决定，互咱有这个好的身份，互咱有性命。总是即马换咱爱来表现，无用我的喙来犯罪，无互我的心犯罪时，咱敢有法度伫受着试的时，就完全亲像耶稣基督受试的时。这是咱爱拍拼去学习。总是咱就是咱无法度吗？耶稣基督正做一个人的时阵，伊用人的角度来互咱看见，人会当做到安尼程度，咱的确会当亲像耶稣基督共款做到迄个程度，顺服、认捌上帝，知影上帝的话，嘛知影受着激气。互你甲上帝的关系来离开的时，你爱安怎应答？你爱安怎保守你的心？你爱安怎保守你的嘴？若是上帝允准歹的代志，伫疼伊的人，伫你疼上帝的关系的中间，就是伫你的生活，伫你的人生中间。过去你敢有拄着安尼情形？你感觉迄个时间、迄个过程、迄件代志，互你险险，敢若要无爱上帝？因为上帝都无听我，上帝都无互我感受着伊有疼我，上帝都无互我一前亨通，无互我一直顺利。是安怎我搁爱相信伊？是安怎我爱照交代的？来读圣经，来祈祷，来聚会，这个拢会当无爱做的。咱毋是做这个来得到救恩，毋是。总是做这个是互咱会当有一个表现的机会，
是用这个行动来换救恩，是透过这个行动来表现我犹原相信上帝疼我，我犹原疼这个上帝，就是伊甲我放伫一个歹的代志情形内面，只要我搁活，一直到我死，我犹原会当伫上帝面头前讲，我知影我是你的囝，你所有伫我身躯、伫我的生命内面所稳准的一切代志，我拢总顺服，拢总顺服。咱敢有可能当做到呢？啊是咱亲像迄个戆的妇人人共款，看见这个歹的代志临到的时，就讲上帝已经去杀啦，死死的好。约伯到后壁伫讲的时阵，伫咒诅家己生出来的时，迄个就是已经伫埋怨上帝互伊活，埋怨上帝收拾伊性命，埋怨上帝互伊拄着这个歹的代志。约伯，伊的人生甲咱的人生是共款。咱拄着歹的时阵，拄着歹的代志的时，你敢有相信这个是上帝稳准？你敢有相信上帝目睭看咧？你敢有相信上帝伊把握你会当经过这个市？你敢有看你家己真做上帝眼中所迄个宝贵的、迄个会当受试的、迄个会当伫撒旦面头前讲，你敢有看着我迄个囝？伊拢无愿做。咱拢想要得到上帝呵恼，总是咱敢知影，上帝呵恼会得到魔鬼的怨妒。咱拢想要得到上帝呵恼，上帝的赏，总是咱敢真正会当经过这个试来得到这个，就是无上帝就离开啊嘛。咱看见当约伯开始爱上帝出来讲清楚，伊开始咒诅家己的性命。伊讲遐个话是上帝犹原安那疼伊，上帝犹原安尼疼伊，直到后壁伊阁互伊所有会当互伊的福气，就是世间人所想的。伊也对这个戆的妇人人，就是伊的某，也对遐阁出产业，就是囝儿。上帝犹原疼这个某，犹原疼约伯，犹原收拾伊会当收拾。牛、羊、骆驼、驴，拢总对上帝遐会当收拾的，拢总搁互约伯。这个过程真做一个幸福啊！转来到稳定，拢总有比以前搁较好，比以前搁较好。正兄弟，咱的性命会拄着试，会拄着试。当上帝欢喜你的时，当上帝看你是好的时，撒旦出现，撒旦甲上帝讲，迄是因为你对伊介好，所以伊才疼你。咱会拄着试，当咱咧疼上帝的时，咱嘛会拄着咱身躯边亲爱的人、亲爱的朋友，无法度安慰着咱，煞用因的话来激气，咱嘛会
就是咱伫迄个过程中间生气啊、埋怨啊，只要你有缘相信上帝，有缘知影上帝，咱就对上帝遐就得到咱所要爱迄个福气。咱的性命有缘搁伫遐。疫情的期间就是一个检查，互咱检查咱的行为，互咱检查咱的生活，互咱检查咱的喙，互咱检查咱的心。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咱是毋是亲像一个基督徒，亲像一个认捌上帝的人，来拄即个歹的代志？每一个人拢拄着的时阵，相信上帝，知影上帝，认捌上帝是上帝的囝儿的咱，安怎面对即个过程？当别人斗阵伫骂时，咱是插做伙骂，还是无用咱的喙原罪？是用咱的喙来祈祷。当人伫超找性命一定爱留落来的时，咱所想的是啥物？收拾我性命的是上帝，上帝若要甲我收转去，就互伊收转去。也是咱甲其他人共款，惊要死，惊到要死，惊到无法度祈祷，惊迄上帝怪我。若是安尼，即件歹的代志，反映出来就是咱诚做基督徒，其实甲毋捌上帝的人是共款的，共款，亲像约伯所讲的，敢若戆的。咱的信，咱甲上帝的关系，敢信到亲像戆吗？就是安尼，上帝有缘疼你。咱同齐压头来祈祷。疼阮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，看阮是好，称阮做义，毋是因为阮偌好偌厚，是因为阮是你的囝，是因为你认阮做你的囝儿。感谢你，互阮受着试，因为你遐尼相信阮。感谢你，互阮伫歹的境况内面，去看见家己原来是迄个款。感谢你，互阮知影所有一切歹的代志会过去。你一直拢甲阮斗阵。感谢你，互阮知影你是阮的阿爸，阮毋免惊歹的代志，阮嘛会当保守阮的喙，保守阮的心，无离开你。感谢你，互阮伫你的面头前，知影即件代志，嘛继续行头前的路。头前的路，亲像雾雾无明，总是阮知，你是阮的倚靠，你是光，你互阮知影，毋免惊。阮安尼同心来感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咱来吟回应信息第24首，我心学罗志愿上帝。即摆是要来吟第3段甲第4段，请咱兄弟起立来吟。
请坐。下面咱要来奉献，请义节执事甲民兵执事来施献。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请坐。下面我要来报告，请咱掀开周报。报告事项第一项，后礼拜10月17日要开中执会，请中执同工备办心来参加讨论，因为疫情期间的政策调整甲本届期事工的细节。第二就是全国的疫情自10月初4到10月18维持二级的警戒，室内已经无限人数，甲没法做，所以咱会使自由来坐。请兄弟共同来遵守防疫相关的事项。要来礼拜堂，就爱实名制，爱量体温，手爱有酒精消毒，爱戴口罩。第三，礼拜5查经祈祷会进度是加拉太书这边的阅读方式，以经文的内容搭配主题来插科讨论，请兄弟一起来读经甲祈祷，建造性命。咱教的消息，咱家己来读。圣光的事项，后礼拜讲道是林牧师，司会是梁长老，司琴是刘老师，领袖是梁长老，司献是我本人甲民兵执事，招待是寿琴姐甲平龙兄，插花是梁长老，清扫是我本人。奉献的咱家己来看，若有灯台向我也是名誉长老来修改。咱来看后壁，本周的金句。咱台语版咱来读2解，国语来读1解。耶和华啊，求你监察我，试验我，锻炼我的心肠。诗篇22篇20，请。求你察看我，试验我，熬炼我的肺腑心肠。诗篇26篇2节。下面咱互相来请安，请咱用拱手来请安。平安。将讲道的时间来交互牧师。总是，这个过程中间，咱看见
管环境安怎变，咱是因为上帝来相对，因为上帝来相亲爱，因为上帝咱永远会当维持迄个关系。咱的生活，咱的朋友，拢是安尼，这个过程来看，咱甲上帝关系来看性命，嘛伫软弱的时阵，敲找上帝的囝儿，互相来祈祷，互相来扶持。毋茫咱毋若是伫家己教会内面，对家己教会的兄弟姊妹做安尼的代志，咱嘛会当去敲找进前所认识的属地上帝的囝儿，咱嘛定定甲因联络，嘛定定为着因来祈祷，定定伫上帝面头前来彼此相听。第二剂的疫苗在打的过程当中，有做侪人无介爽快吼，有缘。
下面咱也是共款来吟圣诗第24首，我心俄罗只愿上帝通后尾一节，就是第5节，请咱起立来吟。愿天父上帝疼痛，透过圣神所赐快乐，互恁亲像耶稣基督赢过世，对即时到意主的名。阿门。请坐，灭岛闭会。